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Henry，而家嚟到浩田一個三房梗住，實用面積係668尺，非常實用嘅單位。我同大家馬上去參觀一下。呢個係浩田三房梗住嘅實用單位。呢個門口我哋見到一個廚房，設備齊全啦。跟住就係客飯廳。客廳、飯廳好實用，再去露台望一望，非常寧靜。精美嘅洗手間，第一間房，第二間房，主人房，相當實用。大家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，可以馬上聯絡我 Henry 90764個3入睇，90764個3，多謝。